你知唔知道你每次打 Rejuven 都會有一部分嘅精華會留喺表面，根本冇打入皮膚。你用錯儀器，流失率可以高達52%。而問題就係水光槍。我哋而家嚟試下普通嘅水光槍，你可以清楚見到9個窿都有精華殘留喺皮膚表面。仔細成支2 ml 嘅 Rejuven，睇下仲有幾多 ml 係殘留喺表面嘅。假設你打一支2 ml 嘅 Rejuven，有足足一半啊，都係冇打到皮膚，留喺表面嘅。我哋而家試下用 Rejuven 原廠出嘅 Rejume 水光槍，再加埋佢哋原廠設備嘅一個9片針頭。Let's go！ 你會見到皮膚表面只有好少量嘅小水點，甚至係零殘留啊。Rejume 針槍咧，擠出去嘅精華咧，佢可以吸翻去，唔會浪費嘅。加上9片針頭，確保可以更均勻、低滲漏，去將每一滴 Rejuven 都可以打入去。係100% 啊！唔好再白白浪費你哋啲金錢啦〜